占地18000外坪台湾首府大学伫去年停办，退场以后的校舍运用一直受到各界关心。伫确定市府接管转型以后，成为全台湾第一件私校由地方政府成功接管的案例。29号伫各界见证之下，正式揭牌，开放予全民使用。3、2、1，请揭牌！台南市政府将为市政院址园区揭牌宣判。那接下来也会有更多的功能、服务功能，包括公务功能以及这个社会服务功能，都会在这个地方落脚，包括社区大学，包括长青学院，都可以在这边使用。那这些原来如果在建制亲子幼儿馆或建制特色公园的话，坦白讲都是千万起跳的哈。那这个部分我们当然是节省了大笔的公帑，也发挥了这个学校的功能。那希望说大家一起来利用，那努力来缩短西南西北的差距。经过一档外筹备，市府开1亿外来接管，都来将原本市府的单位，包括社会、教育、卫生、体育、劳工、环保等各处的功能来进驻服务市民，活化现有的校舍，更希望带动地方发展。不过目前校舍也阁有老朽业务处，继续完成校产清算的任务。非常感谢台南市政府为了市长设计团队，那很成功的帮我们这边活化哈。那在未来里面的话，我们继续在留守业务处，差不多还有1年的时间，慢慢就会把这个东西移交给这个台南市政府部分。伫正式启用第一天，嘛伫热烈的人狮坐镇，地方拢相当期待，创造中央、市府甲市民三赢局面。最主要还有一个全民运动中心，都陆续会到位。那我想我们整个曾文区未来的发展，就是从首府大学从这个愿景开始。那希望说真的能够带动我们整个曾文区未来的发展。园区启用当天，夏金山文化教育艺术基金会配合台南400嘛规划辉煌年代艺术展品展览，希望台南第3座市政中心会当再创辉煌，提供更优质的公共服务。台南新闻军集采访报道。